好多人成日問我 Louis， 香港豪宅裏邊咩樓係最保值呢？我通常都唔會即刻答去邊一個物業、邊一個屋苑、邊一個地段，因為呢一個問題問得太早啦。喺買樓之前，最緊要問係呢層樓放喺你嘅家庭嘅資產配置裏邊扮演啲咩角色呢？我試過有一個客呢，佢預算咧係10億嘅，但係最後咧佢成交咗一個8億嘅獨立門牌嘅別墅。最主要嘅原因咧，因為本身呢個物業咧喺山頂加列山道咧係比較稀缺嘅地點，嗰個地區咧都係一個名門望族嘅聚居地，所以客揀呢個物業咧係應該最適合佢嘅啦。我做咗香港地產都40幾年啦，我成日都會同啲客問一句：你想現金流啊，定係資產保值咧，定係長期收租咧，定係留俾下一代咧？呢個問題更加要問清楚啦，先知道呢層樓係咪咁適合你。如果你係要現金流、太冷門或者太難放租嘅豪宅咧，就未必啱你嘅。如果你係要長期保值、地段、私隱、景觀或者賣俾下一手嘅買家，就要比一時嘅價錢咧更加重要。如果你係留俾下一代，就唔可以自己睇今日鍾唔鍾意，仲係要睇10幾20年之後呢個物業仲受唔受市場歡迎。所以真正經得起時間嘅資產，唔係今日最 hit 嗰啲，而係無論週期點樣變，都仲有人係承接嘅，有人願意係俾到價錢嘅。真正豪宅就好似鑽石咁，經過唔同嘅週期都仍然可以保值。買豪宅時機比價位更重要，只有買貴沒有買錯。我係 Lou 哥，同你尋找真正有價值嘅豪宅。